再来看农业部哦，嘛针对这批验到三马精马片的来源饲猪场，佮有其他9间的饲猪场来采检猪的检体，佮有饲料，拢无验到有三马精。早起佮在公布要扩大清查大肠的饲猪场，嘛强调讲检验哦拢无问题，所以认为讲这个事件是单一个案，毋是系统性的问题。前一天公布大肠的来源饲猪场，佮9场饲猪场的毛、血清、饲料拢无检出乙型受体素西布特罗。农业部下早佮一改公布扩大清查的结果，查验大肠所有的肉猪场佮饲料厂，结果小肠拢无检出来。在我们过去的一些扩大检测跟整个的处理，其实都没有检出。农业部表示，为2月3号到6号累积完成298件样本，拢无检出。这个扩大查验的对象是大肠所有的肉猪场，包括台中、中华、云林拢一场，嘉义3场，屏东4场有血清145件，毛29件拢无检出。另外，更加扩大北中南8位肉片市场，毛嘛拢无检出来。那截至昨天为止，那我们总共有80件的猪只的毛发的一些样本，那80件也都没有检出，所以我们预判检出微量的西布特罗是属于单一个案，不是系统性的问题。农业部表示，今日单一部位的肉片验出西布特罗，确实是无前例，嘛强调乙型受体素是禁药，国内无开放进口，袂当卖，然后少数标准品来进口，更有可能是走私入来的。农业部强调，进口罕咧看，阁有贵的西布特罗，毋是有利润的代志。记者林仲美丹、长回 SNG 小组台北报道。